樓盤可以一邊租一邊買。Greenwich 推出一個複式兩房單位，租金竟然可以當5% 首期啊，仲要喺18樓添啊！我哋一齊睇下。哇！客飯廳嘅設計簡潔開揚，自然光非常之充足啊，成個空間呢都好通透，廳同埋飯廳呢分開得非常之自然，空間好夠用啊！加埋落地玻璃窗，採光超級無敵好啊！有私人露台可以直接望到泰晤士河景。等我上層睇下先。我哋嘅左手邊呢就會係睡房嘅位置，一共呢就有2間，雙人房呢就比較闊落，預留咗空間可以做書台添，雙人床同埋床頭櫃。哇！另外睇下主人房先，仲有一個套廁添啊，有自己嘅空間，私隱度非常之加分啊！呢間房都有超大嘅玻璃窗，光線非常之充足啊！高層望出去嘅視野真係非常之開揚啊！擺埋標準嘅雙人床。另外最驚喜就係全屋嘅樓底係有4米㗎，倫敦非常之少見啊！呢個發展商最新嘅邊租邊買嘅計劃就要 DM 我了解多啲啦。